主后2026年7月初5，撒利教会主日礼拜，来先咱来听读圣经《阿摩司书》第3章第9节到15节。就伫亚实突的宫殿甲埃及的宫殿宣布，就伫撒玛利亚的山聚集，看城内的大扰乱，甲内面欺压人民的事，因为因袂晓做正直的代志，因的宫殿顿满用强暴抢来的物，上主安尼宣告。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有对敌要来围困这个地，攻破你的防卫线，抢你的宫殿。上主安尼讲，亲像牧者对狮的喙抢出来，简单2支羊骹，也是一块仔耳仔。伫撒玛利亚过奢侈生活的以色列人，会当逃脱的嘛是遐尼少。至悬的上主，万军的统帅，上帝讲：着听，着警告雅各的后代。我因为以色列人犯罪，甲因刑罚迄日，我要毁坏逼迫你的祭坛，坛一角会受斩断，落落地。我要拆毁因冬天、热天的别庄，像个砖塔的厝会受毁灭，连大间厝都会无去。上主安尼宣告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咱台湾话有俗语讲：牛牵到北京也是牛，7月半鸭毋知4月。也有话讲：人叫毋行，鬼牵酷酷行。这意思拢是咧形容有个人疑心歹教，执迷不悟，到尾就是死好。先知阿摩司伫第3章到第4章，伫形容北以色列国的人民，也是感叹因一日在有得到上帝的恩典，毋过却袂晓感恩惜福，反倒再而三犯罪，亲像毋知4月7月半的鸭。大先咱来看分段。第一段伫第3章的第1节到第8节，这咧讲先知的任务。上主透过先知传达对伊子民责备的话，讲以色列人是上帝对埃及拯救出来，也是伫万族中间唯一拣选的子民。所以上主也要因为因所犯一切的罪刑罚因。然后讲，先知是甲上主相约相合行的人，也讲几种因伫日常生活中通知的因果关系，包括狮仔发现猎物就会伫篮内吼，狮仔豚有食物就会伫洞内叫。要当鸟仔爱伫袋内囥住，等到鸟仔踏着机关活大，就会合起来。听到战争哨角的声一响，城内的居民就会惊吓。灾祸是出自上帝的刑罚之意，毋过上主伫要做代志的以前，的确会先告知伊的先知，做伊的代言人。先知的话亲像狮在吼，互人的心惊吓。上帝的声是强搁有力、有震撼性的话。第2段伫第3章第9节到第4章第3节，先知宣告撒玛利亚的结局。撒玛利亚是北以色列国的首都。即只先知讲，通知外邦人、非利士甲埃及人，组织为我来
以色列的首都撒马利亚看戏，因为城内大扰乱，人民受欺压，无行正直的代志，用强暴手段抢物件，囤满宫殿，所以因也要受对敌围困抢夺。原本过奢侈生活的以色列人，内当逃脱的人，也袂输是互狮仔吞甲，只有剩2支骹，也是一块仔耳仔的羊拿定。13节正讲雅各的后代是咧指全体的以色列人，包括南犹大人甲北以色列人。北以色列人要因为因的罪受刑罚。伯特利是北以色列国上届主要宗教中心。早前亚伯安伫遐有设金牛仔祭坛，甲设祭司负责假神敬拜。上主讲要毁坏伯特利的祭坛。另外，北以色列国的王公贵族、好业人所起冬天甲热天的别庄，有用象牙砖塔的大间厝，也要受拆毁。第4章第1节称呼这个贵妇人是巴珊的牛母。巴珊是位伫约旦河东边一个主要的牧区，牛羊真肥，所以用白话讲，就是亲像巴珊肥的牛母的撒马利亚妇人人，因欺负善车人，压制艰苦人，要爱啉酒，过着奢华宴乐的生活，所以上主讲，因会受到对敌凌辱，用钩仔勾起，对破城墙的徛篷ฮ็出去。第3段伫第4章第4节到13节，以色列的失败。以色列人拜金牛仔做上帝，假做真敬虔，得要敬拜上帝。若是摩西的律法规定，每年只要3遍守做敬拜上帝，每3年奉献土产的1/10，互善车人。毋过，这个北以色列人因去伯特利也是结甲，逐早起献祭，每3日就献一摆1/10，也有献有价的饼做谢恩祭。律法规定献祭的饼是爱用无价，毋过因用有价来献。因掠做讲用安尼会当大点因宗教热诚，毋过上主讲，因去到遐是咧犯罪，加添因的罪孽。所以上主要刑罚因，互因有喙齿无物件通食，拄着枵餓、抗旱、无水通啉，阁要有火烧风、病虫害、草蜢仔会灾，也要有瘟疫甲战祸，互因亲像对火中迢出来的一块柴，元气大伤，只有剩一丝仔人。上帝爱因悔改，毋过拄着一遍过一遍的灾难，因犹豫毋归向上主。最后，上主宣告，爱因准备好势来见上帝，就是造山造风，将心意指示人，也互黑暗变做光明，脚踏伫原地至悬的上帝，万军的统帅上主。咱对阿摩司书第3章到第4章，咱通学习到甚物？头一项咧讲到着上主所听，上主管教。第3章第1节到第2节，以色列人着听我上主责备恁的话，恁全家是我对埃及带出来，从地上万族的中间，我
只有经选恁，所以我要因为恁所犯一切的罪刑罚恁。以色列人是上帝特别疼惜、特别救赎，也特别要求的上帝子民。上帝予因对受奴役的中间得到拯救，成做自由的子民，成做有上帝律法规范圣洁的子民，要伫万百姓中成做上帝的见证。毋过，以色列人甘愿做猪仔，踮伫压榨罪恶土味中过夜拍喷，糟蹋家己也舍上主的面子，所以上主疼因，上主也会管教因。启示录第3章19节讲：我所疼的人，我拢甲因责备甲管教，所以着热心，着反悔。上帝亲像短乞日仔的师傅，甲咱切割了后，看见咱的样相，就伫上帝的心中有一个图样，了后甲咱磨刻拍光，成做水果好的艺术品。精练的兵也是需要接受高强度的训练、磨练，通过考验甲及格了后，才通成做特选的精兵。主耶稣对咱的要求甲期待，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讲：毋过恁是受拣选的种族，王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，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。这位上帝有调恁出黑暗，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。第二，咱爱甲主相约同行。阿摩司书第3章第3节，两个人若无相约，哪会斗阵行？第7节，至悬的上主计划要做代志，一定会大声指示伊的仆人先知。圣经中有讲到着真先知，也有假先知。伫20世纪甲21世纪教育界也有兴起叫做先知运动，有人自称是先知，也有被设立做先知的，也有一般先知课程的训练。有人开喙合喙就讲上帝感动我安怎安怎，圣神甲我讲啥物啥物。其实保罗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9节到22节，教示咱讲，毋通拍花圣神的火，毋通藐视先知的话，事事着查验好的着持守，一切的邪恶着弃杀。要安怎查验什么是来自圣神的感动的话，也是先知的话语呢？就是爱看圣神的感动，也是先知的教示，是毋是有符合伫圣经的道理甲教示？因为无论是圣神的感动，也是先知的教示，绝对袂违反圣经的真理原则。阿摩司讲，先知是甲主相约搁同行的人。伊传达的无一定是人爱听的话，是带着批判甲责备的话占多数，而且先知也袂家己生话，一定是奉上主的差遣，传达上主的旨意甲计划，也成做上帝话语的代言人。咱虽然毋是先知，毋过咱做基督徒的，就是跟对主耶稣的人，咱是甲主相甲行相约相甲行。主耶稣讲，羊会认得牧者的声，伊甲家己的羊一只一只叫名带因出来。
伊带家己的羊出来了后，行伫羊的头前，羊就对伊行，因为会认得伊的声。最后伫遮讲，咱着留心听上主的警告。阿摩司书第4章第60到11节，伫遮总共出现5遍。恁犹阁毋归向我，上主安尼宣告。咱伫第1章到第2章，上主对列国一摆搁一摆犯罪，最后忍无可忍，对因出手审判刑罚。到伫第4章讲，上帝对以色列讲天灾甲战争的灾祸，毋过一遍过一遍，因犹原犹阁毋归向上帝。这就若亲像伫出埃及记法老王甲埃及所拄着的这10个灾难共款。因是真大的悖逆不受教，甲上帝警告管教的声作为当作无要无紧，自惹灾祸，最后就是爱面对迄位创造天地独一全能万军的上主亲自的审判。有时阵，上帝会借着圣经的一段经节，也是牧者伫讲道中间的一段话，也是有人甲咱祈祷的中间来自圣神感动的一句话，伫提醒咱。甚至有时阵是拄着一个意外的事件，上帝透过这对咱发出警告的信号。当然，无论啥物，咱事事拢着爱查验。若是好的，着持守；若是一切会歹甲邪恶，也着一尽除掉。彼得后书第2章第8节到第9节讲：亲爱的朋友，有一项代志，请恁毋通袂记得，就是对主来看，一日若1000年，1000年若一日。有人想讲主延迟，以答应要做的事，其实伊毋是在延迟，是在容忍恁，无爱有人灭亡，爱逐个人拢悔改。伫彼得后书第3章14节到15节遮讲，所以亲爱的朋友，既然恁在听候这代志，伫上帝面前着尽力追求，互家己无缺点，无通指责，通甲伊和好，着将咱的主的宽容看做恁得救的机会。咱是主所疼的儿女，咱着受主的管教，也着留意，咱是毋是有受上帝的警告，互咱也听主的声，跟对主的脚步，人生也行伫主看做好搁正直的正路。咱来祈祷，主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听，你互阮伫这地面上有时阵，你用你的话来教示阮，有时阵也通过别人的提醒，也是通过某一个事件的发生来对阮讲话，也是警告阮。求主也帮助阮，也会当事事查验，是毋是出于主你的意思。若是好的，阮也着持守；若是一切会歹甲邪恶，阮也着爱一尽来除掉。求主，互阮会当听你的声，跟对你的脚步。感恩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，甲伫基督耶稣，荣光归于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们。